各位司長局長，我估今時今日呢一個政治嘅局面，或者街頭點解咁多年青人或者咁多香港人出嚟，其實原因得一個，就係好簡單，就係特區政府或者係人大8月30日嘅決議扼殺咗香港人嘅未來，扼殺咗香港人爭取咗30年嘅民主夢，所以先至要咁多人企出嚟，先至有咁多人無畏無懼咁樣堅守咗24日。但我哋見到呢一個對話本身，我哋嘅期望就係希望政府係切切實實攞出承擔、攞出魄力去面對呢個政治問題。但係傾咗1個鐘頭45分鐘，我哋只係接收到一個訊息，就係政府希望我哋依然係袋住先，依然係繼續沿用接受以往人大框架，依然係接受現有我哋即係反對或者係不同意嘅東西。政府不停咁樣叫學聯嘅同學或者係叫街頭嘅市民作出讓步，我好想喺呢度問一個問題：唔通香港人或者年青人作出嘅讓步仲唔夠多？咁多嘅年青人讓出時間、讓出學業、讓出佢哋嘅精神，甚至我哋願意被捕、願意讓出佢哋前途，甚至係會讓出我哋未來嘅自由去坐監。為嘅只一件好卑微嘅東西，為嘅只一件好簡單嘅東西，就係我哋可以享有一個平等、一個好基本嘅政治權利，一個提名權、一個選舉權、一個被選舉權。但係得到政府嘅回應，咁多日以嚟，得到政府第一個回應就係依然希望我哋袋住先，依然希望我哋就係接受現有框架，接受現實，執嘢返屋企，繼續我哋嘅生活。呢一個我相信係除咗我哋呢度5個人，亦都係好多年青人，整一個世代嘅人，整一個世代被催淚彈、被8月30日人大決議喚醒嘅一個世代不能夠接受嘅東西。政府喺冇任何作出讓步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可以叫我哋走？好多人都同我哋講話，我哋係被時代選中咗嘅細路，我哋係被時代選中嘅學生。但我相信同樣嘅說話係依然適用於幾位特區政府嘅官員，你哋先至係被時代選中咗嘅官員。究竟你哋係可以作為一個有承擔、有魄力、有擔帶、好打得嘅官員去推進香港民主政制，抑或你哋幾位嘅特區政府嘅官員係會成為扼殺香港人未來、扼殺香港人民主政制嘅千古罪人？我相信呢個選擇並唔喺我哋，而係喺幾位官員，而係喺司長，而係喺梁振英特首呢一度。仲有少少時間，不如揾阿周永康同學再補充。嗱，最後2分鐘至3分鐘，好嗎？好多謝校長。我相信喺唔同廣場或者佔領區嘅香港人，其實好多人其實佢爭取民主爭取咗30年。由80年代我哋講話呢個中英談判，到呢個民主回歸，到97呢個主權移交，其實大家都渴望就係民主制度。你除咗投票上面一人一票，提名上面每個香港人都希望真係可以自由選擇到自己心目中嘅特首候選人，呢個先係真正係體現到佢哋有權利喺呢個地方度成長同埋生活。啱啱司長或者局長其實都有提過，或者啲同學其實都提過，就係政府其實當下係面對緊一個非常之嚴峻嘅認受性或者管治危機。喺街頭上面有幾十萬人，佢哋唔願意返屋企，唔願意散去嘅時候，其實呢個政府仲可以管治到香港。如果個民主制度都依然係朝咗一個小圈子嘅改革方向，未來其實呢啲事件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咁重現。啱司長有提到話一啲解決嘅方向，話有報告、有委員會。我諗好多朋友或者好多香港人都會想問，就係佢實際上有乜嘢效用？佢有乜嘢時間表喺路線度，可以俾到香港人見到香港政府係真係希望同香港人行埋呢條民主路，話到俾佢聽一步一步，我哋點樣將香港人嘅民主政制意見納入去政制改革方向裏邊。我相信好多香港人依家都未得到嗰個答案。頭先我有提到話人大，我哋要配合人大嘅決議。但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會問，就係香港政府都經常俾人質疑認受性嘅時候，其實好多港區人大佢哋本身嘅認受性或者代表性都非常之受到香港人嘅質疑。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要香港人硬食一啲咁樣嘅決議，呢個係關乎尊嚴嘅問題。啱袁司長有提到話，即係最低工資，大家都會希望袋住先，咁可以再改革。
但係最低工資你起碼30蚊，大家普遍社會會覺得你尊嚴上邊獲得最基本嘅保障。但係喺政治權利上邊，當我哋係唔平等嘅時候，點樣寄望香港人會覺得佢哋嘅政治權利係受到最基本嘅保障？我諗最尾我想講一兩樣嘢，就係喺呢30日裏邊，其實我哋喺街頭上面見到唔少嘅人，有老中青，特別喺旺角街頭，其實我遇到一個學生，我同佢嗰次對話，其實我都好觸動我自己，亦都係覺得好悲涼嘅，因為嗰係一個夜晚，我哋喺街頭上邊，大家佔領旺角，嗰個學生同我哋講話。佢行得出嚟旺角，佢就預咗中子彈。呢個時候，我真係想問政府一句，或者問我哋社會一句：究竟係乜嘢嘅社會、乜嘢政府，逼到新嘅一代，佢係願意承擔住、甘願承受食子彈嘅風險，都依然要行上街頭爭取民主？我相信呢個唔係一個健康嘅社會發展，亦都唔係一個有承擔嘅政府，佢應該造成嘅局面。我知道梁振英佢本身佢自己有好多嘅圖謀，佢自己經常都會受到泛民或者建制裏邊嘅批評，佢冇認受性，我哋係同意嘅。但係政府裏邊依然有好多嘅官員，我哋好期望佢作為香港人嘅官員，係真係可以提出佢嘅氣魄，攞出佢嘅承擔，為香港人真係爭取到民主政制。我相信當下官員嚟緊，大家做嘅決定係會決定究竟特區政府係民主嘅英雄定係歷史嘅罪人。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拭目以待。拉尾一樣嘢，有啲司機佢話路上邊有堵路，但係佢哋都願意俾啲香港人繼續去堵路，因為佢哋見到真正嘅核心問題就係我哋政府內部有一啲嘅政府官員係更加寄望去堵塞我哋嘅政制改革方向，令到我哋香港人下一代係唔能夠再行上一條康莊大道。我哋好希望香港政府唔好成為我哋香港人民主路上邊堵路嘅嗰個政府，而係真係會幫我哋拆下路障，帶領香港人真係引領到民主改革喺香港呢個地方植根。